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土城有一个女性朋友，看到青灯还阁有2秒，就赶紧用走的走过大路，结果互警察抓落来开单。原因是伊咧过这个斑马线的时阵已经是红灯了，结果引起大家讨论，这个青灯剩2秒，到底会使过无？啊，根据规定，佫真正袂使过。看到车顶剩上尾2秒钟，小姐用走的走去对面的人行道，随后警察走落来当场发过拍。原来这个小姐伫咧新北市土城路口，伫咧红灯倒过了后，嘛是硬走过大路线已经违规，就真侪人发现看到车顶咧倒剩2秒时间，敢讲都袂当走。换一个所在，台北市中孝东路、光复南路的交叉路口，就算车辆真多，大路线顶同款民众为着抢时间，赶伫咧车顶倒线进前经过大路。当行人通行号志开始闪烁，我人在斑马线上走到一半就得加紧脚步，赶紧通过。只是如果小绿人闪烁时，我人还在人行道上，才正要过马路，若强行通过，很可能会因此违规而被开罚。车顶若开始伫咧驶，代表民众剩无偌济时间，若人已经行到大路，就爱赶紧行过，或者是停伫咧分隔岛。若是人也未行到大路，法规民众就爱停落来。我不会跑，我会在这边等。传媒一来，没好啊。差不了多少。那个秒数就是让我们看的嘛。那我们看的话，我们自己可以评估它那个距离，我们可不可以走。那如果它10秒以内不能走的话，那为什么还要设那个时间？我其实有一点困惑。警察补充，行人何时显示，亲像黄灯时警示作用，主要嘛是提醒民众速度爱慢，毕竟大路真危险，拢爱随时注意安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